问题。我们有注意到昨天晚上的这个澳洲人报做出有关于所罗门群岛苏加瓦瑞总理的相关的这个评论哦。那外交部的立场呢，其实我们认为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也已经这个说明了，外交部认为苏加瓦瑞总理的相关的言论呢，并没有去反映出目前台所关系的一个全貌。那我们驻所罗门的大使馆呢，也持续的密切的与所罗门苏加瓦瑞总理呢在密切沟通当中。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政府它之前数个月，其实它已经宣布了，它会对外整体的对外关系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盘点跟一个检视哦。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跟台湾是否维持这个外交关系哦。那所以我方慎重的呼吁，所罗门的相关这个政府的相关的决策跟过程呢，应该要完全的公开的透明，而且必须去确切的反映所罗门的人民以及相关的大多数的这个政要以及相关的各界支持我国的真实的声音。那在这边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与所罗门自1983年建交以来呢，我们目前建交已经36年了。这36年来，两国合作是非常的紧密哦。台湾在所罗门的国家发展当中，长期做出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所罗门在2000年，他们经过了动荡期间的时候呢，台湾对所罗门是不离不弃。那同样的，所罗门过去也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于台湾有力的直言。这个建交36年以来，台湾跟所罗门我们两国秉持的互惠互利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精神，交往密切，合作非常的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相信所罗门绝大多数的民众以及政治人物都能够认同跟维持台湾邦谊，才是最符合所罗门国家以及区域各国的一个长期的利益。这是稍微了解一下。好的，谢谢希文的问题。所罗门的外长今天离开台湾，那当然昨天相关的这个报道以及我国对于所国相关的这个立场的声明，我们第一时间也都是让在台湾目前在访问的所罗门的外长知道。那当然也透过我们的大使馆向所罗门的政府已经向他充分的表达，目前积极沟通当中哦。那跟这个所罗门的相关的这个政府的沟通管道是很畅通的。那我们有让他第一时间知道台湾方面的一个讯息。那相信这个苏加瓦瑞总理人，他相信他很了解台湾的一个立场，以及我国政府跟我国人民的相关的一个呼吁。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是苏加瓦瑞总理本人要做一个决定。那台湾这边我们正在尽所有一切可能的管道，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努力当中。那我们也希望所罗门政府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